1995年3月20號嘅朝頭早啦。咁咧其實喺東京嘅地鐵車廂啦，咁有3條路線咧，咁就有人咧就釋放咗咧一種叫沙林嘅神經毒氣。係。咁咧呢個毒氣咧其實由皮膚啦、由眼啦、呼吸道啦吸入啦，咁咧就會破壞你嘅神經系統，造成大概13、14人死亡啦。咁啊受傷咧有6300人啦。咁啊差唔多咧接近有1000位咧，其實佢係有短暫失去視力嘅。其實如果真係去做呢啲嘅，真係好恐怖喎。係啦，咁當然咧嗰陣時其實嗰個階段咧去到咁狂熱，其實佢咧嘅教徒咧，我諗做比佢呢個數字更加多嘅。係只不過係佢可能比較 heat up 比較活躍嘅成員有15,000位啦。係咁其實佢基本上世界各地都有嘅，甚至乎咧佢哋喺斯里蘭卡啦、俄羅斯啦、美國紐約都有分佈。頭先你講話有啲佢殘留嘅一啲嘅喺度啊嘛。係咁咧據聞咧就係2004年嘅時候咧，呢個組織改名，係叫咗阿雷夫。